后来，是国民党为着要来延续着胜利的气势，是全力拼8月23日反罢免。第二波要互罢免的7个立委，其中包括着南投选区的马文君甲尤浩。讲南投县长柯淑华真担心选民会互罢免甲公投这2张选票创乱去，所以呼吁讲拢总来投无同意。结果提案公投的民众党的支持者是噗跳，批评讲桥过拆桥帮。南投县政府紧急来发声明，讲县长是赞成第3系联发电厂恢复运作。同意罢免的宣传车正式出动，锁定国民党立委友好的团体全力拼陆战。面对罢免团体攻势，友好阵营神经双家真安，除了徛伫路口宣讲，也前往夜市啊拜票。南投县长柯淑华打起了反罢免的责任，是讲是到8月23有7色的罢免案，也有民众党团所提案的中期核3公投未当齐举行。柯淑华讲，真烦恼选民的乱气。为了先保住我们的立委，我们会以宣导，如果真的搞不太清楚这个状况该怎么投的民众，我们会宣导的是2张都同不同意。就是这段话，后民众党的支持者真不满，批评讲敢讲是想要过河拆桥帮。南投县府紧急声明，强调自头到尾拢支持核能政策。国民党也喊出来送营汤，各制作多卡宣传。像我昨天就有传讯息给黄国昌主席哈，那我也主动告诉他们说，有关于核3研议公投的宣传哈，那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的话，我也会全力协助。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已经出来解释清楚了，823的这个公投的时候，全力支持重启这个核电。都惊会影响到因的合作。在野做伙为8月23救红线，民进党是徛关山看未小摊。其实许淑华县长还有另一个选项，可以全部都投同意。要从第2批投票，双方阵营高度改变，进入备战状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